来看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国民党的党团总调鲍坤奇，立法院总预算案调的协商伊无去，原来是伊个人伫香港。虽然讲鲍坤奇事后表示讲是去推广华人的观光，掩过地事的是讲伊本身是代表台湾的中央政府，才会引起民进党立委的批评，讲安尼无妥当。鲍坤奇定称讲，悉尼国会议员都是代表中央的政策。 昨暝才都会香港中来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随同齐伫咧花莲东部新村团拜。2月17无参加南洋记者会，由司记长王凤仪代替出席。王凤仪讲，鲍坤奇人伫咧无爽快，佮当讲立法院总预算协商嘛请假。院长韩国瑜证实，鲍坤奇无伫咧台湾，原来是飞到香港。能够走进台湾，走进花莲，我跟代表在台湾的中央政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配套的方式。 能够支持我们香港的观光业。照鲍坤奇讲法，到香港变观光，按这段地事内容，讲家己是代表台湾中央政府，和民进党立委听袂出。这个真的是更好笑了。那你公开讲你代表中央政府就算了，我不知道啊，在私底下在小房间里，陆坤奇有没有代表中央政府谈了什么事，签了什么东西？我们全自费，傅根奇全自会。 去参加这样的推广地方的行销。身为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我们到哪里都是代表中央的政策。鲍坤奇强调，除回去香港，当时佮讲是代表台湾的中央政府，因为去香港无参加总预算协商，嘛互规件代志引起大家关注。 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